荃灣悅來芳生記海鮮酒家飲茶。港鐵大窩口站 B 出口出站後轉左行出行人路，出行人路後轉右向前直行，去到寶血會思源學校旁嘅天橋上天橋，經天橋過咗馬路後向左直行，再沿天橋向悅來酒店行，過咗條天橋就去到悅來酒店入口。入酒店後向前直行就可以搭 lift 或者電梯落一層，落一層就係悅來坊，落咗一層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2點，下午茶2點01分至4點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0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23個8，中點28個8，大點33個8，特點36個8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12個8起，孖寶28個8起。早茶臘味蒸蘿蔔糕12個8，臘味唔多，有蘿蔔味，軟硬適中，幾好。自選孖寶36個8，蟹子燒賣王，冇乜肉汁，味道 OK。風味臘腸卷，臘腸同平時食開嘅有啲唔同，東莞臘腸短同粗，臘腸好味，包皮有啲厚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點心12個8起，孖寶28個8起，粉麵飯68蚊起，燒味粉麵26個8起。下午茶大碗燒鵝粉26個8，粉大碗，燒鵝皮脆，唔錯。超抵食自選孖寶28個8，香西牛肉腸粉正常6件，餡料幾多？同牛肉球嘅餡料差唔多。鮮蝦甜酸炸雲吞，雲吞皮幾脆，味道正常。早茶埋單77蚊，下午茶埋單83蚊。